嗱，琴日中午咧喺陽春市八甲鎮發生咗一單離奇嘅命案，3個男子喺一間飯店食完貓肉火鍋之後咧集體中毒，咁其中一個人咧2小時之後死亡，而呢名死者唔單止係茂名一名知名嘅企業家，仲係省人大代表添。尋日中午，高州元興林業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長、省人大代表龍利元同朋友黃江黃文到陽春市八甲鎮嘅八甲火鍋城食貓肉火鍋。以前龍利元都曾經多次到呢間店食貓肉火鍋，不過呢次嘅味道呢就似乎有啲唔同啦。吃的時候我們就反映說，這個湯啊有點苦，他老闆就上來了嘛。原來他們都說可能這個貓啊沒有搞得乾淨，可能有那個貓膽啊。聽完老闆嘅解釋，3人亦都冇多諗啊，繼續開餐啦。每人飲咗一碗貓湯，又食咗啲貓肉。點知啱啱行出飯店啫，幾個人就覺得頭暈腦脹。然後就去了衛生院啦。八甲鎮衛生站同3個人做應急處理，但3個人嘅病情越嚟越嚴重。衛生站無奈向陽春市人民醫院求助。當急救人員趕到八甲衛生站嘅時候，龍利元已經係中毒身亡。黃江黃文就被送到陽春市人民醫院嘅重症監護室。黃文來的時候，那個症狀偏輕一點，他就是喉麻痹，別的生命徵兆是還可以。那個黃光來的時候，除了喉麻痹，還有頭暈、四肢乏力，考慮這個中毒。目前2個人已經係脫離咗生命危險，但仍需就係繼續治療。對於龍利元嘅死，家屬認為八甲衛生站冇盡到搶救嘅義務。醫院那裡沒有及時搶救。龍利元今年49歲，平時身體比較健康㗎。對於琴日中午嘅嗰餐貓肉火鍋，龍利元嘅家屬認為可能係有人投毒。不是生人，是熟的。他的行為和平時不一樣。是飯店裡的人嗎？不是飯店的。目前警方正對呢件事作進一步嘅調查。嗱，人為投毒咧，只不過係一種懷疑、一種猜測。我一直覺得咧，嘢就真係唔好亂食，安全第一啦。唔係咩都可以擺落個口度嘅。貓啊、狗啊呢啲食物來源本身就唔多清楚嘅，而且根本就冇經過檢疫。萬一呢隻貓食咗隻被毒死嘅老鼠，貓本身就有毒㗎啦，人再食貓咁啊2次中毒啦，好危險㗎。嗱，點都好，希望相關部門咧可以查清楚。即刻過年㗎啦，食嘢嘅機會好多，所以各位老友一定要小心啲啦。